果然，你看处长哥哥就是这么厉害，要赶快先拔下来。但是就定位了，要把衣服脱下来，要跟我们的这些你看小鲜肉一样啊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处长哥哥准备好了，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们，待会呢，我们处长哥哥的双手带领我们的专业演员，结出来的胜利鼓声要送给现场所有的乡亲们，你们一定要掌声加。